之前咱国内咧欠鸡卵的时，政府有进口鸡卵。即马高雄公产的超市公司就互外界压讲，这间公司的资本额才50万尔，所以当对巴西进口8000多万粒鸡卵。另外，国本地嘛积极讲，澳洲来的鸡卵是坐飞轮机来的，所以价小真悬，积极政府乌白开人民的税金。农业部是回应讲，透过进口鸡卵，会当降低消费者的支出，所以这个政策的效益是大过成本。为要解决国内进前的鸡卵供应食来问题，迄当时农业部积极为各国进口鸡卵。为伫高雄公产的超市公司，就是其中的一间。虽然资本额只有50万，却会当为巴西进口8000多万粒的鸡卵。国民党早起召开记者会，涉及超市鸡卵进口案，疑点真济。农业部的说法一变再变，让人家怀疑，到底这幕后的大股东是不是跟你农业部？跟你任何的绿营的任何的政治集团有任何千丝万缕的关系吗？他就已经完成任务了，这就代表其实他进口的能力，包括确保安全的能力，跟他的资本额的大小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啊。国民党通市议员领导认为，农业部应该公开甲超市签署的鸡卵进口合约，也爱透露超市背后大股东的身份，才会当消除外界认为超市是一人公司的疑虑。那农业专家林如虹是伫面册破文表示，农业部家己讲超市有母公司是登记从事两品工作的工商五技两行，也毋过两行已经伫97年无营运，按照来就有背景。农业部回应表示，超市因为是进口无药商加上处伫巴西等非疫区能源条件也出伫检验文件，甲进出口无药成绩，最后因为报价小才选择超市。另外，民众党主席郭文地政治表示，为澳洲进口空运来台鸡卵，资料相关补贴32块，即已提今年6岁级大亚级农业部做出回应。专案进口了1.4亿多的鸡蛋进来，减少了消费者这样的一个支出超过60亿元。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可以来降低消费者支出，那可以满足所有的粮食安全，所以这个政策的效益远高于成本。根据了解，超市早伫去年9月成立从事进口鸡卵，并不是专门为着进口巴西鸡卵才成立公司。农业部表示，超市8回进口鸡卵中，防检出无合计损失100万，显示超市资金调度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